经文是来到路加福音第24章，咱要为13节，到35节，这是咧讲到耶稣基督已经过活。顶礼拜是讲到玛利亚，伊的经故，顶礼拜，上礼拜玛利亚看到耶稣过活，耶稣吩咐伊带去，甲遮个代志，甲耶稣学生讲。为13节今日开始，伊讲上迄日。就是共款迄天啦，共款玛利亚、彼得、甲约翰去梦内面看，共迄天，伊讲学生中有2个人，因去一个乡下叫做以马忤斯，迄个是离耶路撒冷，伊讲25里的所在，因咧行路，就咧讨论最近发生的代志，就是因的主耶稣基督。受苦死，3天，第3天搁活，搁有讨论到玛利亚去梦内面看到耶稣，看无耶稣，看到耶稣搁活，因咧讨论遮个代志。结果耶稣，伊亲身就出现，群我因2个人，甲因讲话。毋过经文足趣味的，伊记载讲因2安怎？讲因2人迷目，迷目就是眼睛模糊了，因无法度认出耶稣，常常有当时咱咧讨论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会讲耶稣跟我的身躯应该是无共款，所以伊学生认不出来是耶稣。毋过可能。更加重点是迄个外表的问题因讲经文讲的是因迷目，眼睛模糊了，因迷目，所以认不出来，这个就是因的主，因的耶稣。重点敢是迄个耶稣的外表，也是讲因2人目睭的问题。咱兄弟毋知有即款的经验无我要讲我家己有一摆，我甲朋友约好一个所在要见面。伫遐等也无拍算看到迄个转角十字路口转角，行一个妇女人行出来，就走过，就从转弯地方走出来，那时候我就感觉这个女生很漂亮然后气质优雅然后多看一眼，结果这个妇女人对我笑呢，我讲哎呦，怎么了？飞来艳福对我笑搁一直笑搁行过我，行较近我看到这我无孙女我没有认出来你知道为什么没有认出来？太夸张你不相信我甲恁解释是安没有认出来。你心内若无准备好，你目睭都看袂出来。刚才我也安尼尔真的吗？你们都没有这样过？我真正无认出来呢，因为我根本无认为伊会伫迄个所在出现嘛。我总即摆伫厝里，我袂记一个，也是讲伊伫学校，我根本袂去想着讲，他会在这里出现。所以我一看，一下子没有认出来。这就是当咱我要问你们真的都没有这样过？我要做例子，说变成奇怪的特例。我要讲的重点就是，咱心中若无准备，拢无去思考着，无去想象这款情形发生的时阵，就准讲互咱看到，咱嘛呐，咱嘛无法度理解，一下子会认不出来。所以我完全会当了解这2个人，这2个学生。因看到耶稣，结果安那认不出来，这个就是耶稣。伫因的经验，他们作为人的经验，耶稣已经安那死，较有可能即摆出现伫面头前。他们可能比我更严重一点，
耶稣一直甲因讲话，讲遐久，因阁无看出来吼。所以因阁做一件做趣味的代志，因两个就耶稣讲耶稣的代志。耶稣迄阵心里点这好算哟，哈，这两个在搞什么鬼？好，耶稣问讲啊，恁在讲啥吼？因就讲你敢无住伫这个附近吗？你敢毋知影最近发生的代志吗？哇，尾头讲到尾，吼，讲耶稣的代志。好，各位兄弟，咱若看经文就知影因安怎介绍这个耶稣。吼，因要甲一个人，要甲一个青云人讲，最近发生一件代志，耶稣安怎，所以伫因的介绍，伫经文看到，伊讲这个耶稣是啥物货？拿撒勒人耶稣，吼，先讲这个人是拿撒勒人，因讲这个人是安那？耶稣是一个什么？先知。哎呦，可能讲到这里，我们心里面会有一点失望，对不？好，这两个跟对耶稣的学生认为耶稣是先知那尔，好，搁来咧，伊讲这个耶稣伫上帝甲众百姓的面头前，伊所讲所行，拢安那？拢有大关联，好，这是两个学生对耶稣的认识，好，伊是一个先知哦，毋过伊伫人甲上帝面头前所讲所行，拢有关联，好，下面耶稣若听过下面迄句吼，心头就较安慰啊，吼，伊讲安那？讲，若是阮。兵所顶望伊的，就是迄个要赎回以色列的迄个人，吼，就是讲，虽然头前讲这个是拿撒勒人耶稣，伊是一个先知吼，伊有大关联哦，吼，讲到尾啊吼，因两个学生真正甲耶稣甲弥赛亚的关系牵连起来，只是咱会当来想象。这两个学生甲其他跟对耶稣的人的心一定做背叛，一定很难接受。吼，因若甲耶稣看做是基督，甲耶稣看做是因伫望伫天后迄个弥赛亚，较有可能这个弥赛亚安那会死去咧。吼，所以他们一定是处于震惊吼、戆影无法度接受、无法度理解迄个情形。所以，这两个学生因犹原虽然耶稣已经死去，因犹原认为讲这就是阮平素一直在天后在望的迄个人，迄个是要赎回咱以色列的。吼，毋过这个人已经安那叫祭司头，互因陷害，已经死去啊。这是对耶稣死进前描述，因两个继续讲咧。继续讲啥物代志？头前这是较有把握对耶稣的讲的话，即马来咧，伊讲3工呢，吼，1经3日啊。阮中间吼有几个妇人人，互阮真戆影。伊讲我们中间有一些妇女吼，她们的经验转来甲阮讲，互我呐很惊愕戆影，毋知要安怎。这妇人人讲啥物代志？伊讲耶稣已经过我，阮当然无相信啦。毋过去看的人嘛是安尼讲，吼，毋是互你人安尼讲尔。吼，因转来有人去看，嘛是安尼。所以讲到遮，就是要介绍耶稣这几工发生的代志，互这个青妇人知影。吼，他们也很难想象，这个人竟然啥物代志都毋知。吼，讲到遮。耶稣甲讲啥？无知的人啊，先知所讲一切话，恁的心怎样晓悟？吼，信啊！基督若受遮的艰苦来入去阳光，减毋应该吗？吼，耶稣讲因的信心伤过安怎？伤过无知，因的信太迟钝了，吼，就是讲
因即马所拄着的代志，拢无法度对圣经来记载弥赛亚的一切的事，甲念做伙，甲结连做伙。所以耶稣就对头到尾开始讲，凡圣经所讲的遐是甲伊有关系，拢甲这两个人讲好清楚，解明圣经的话。了，因两个人就哪行，行去因要去的乡下。介先看到耶稣已经要离开啊，所以两个人就讲强甲耶稣留落来。知影这是一个最特别的一个人，这是一个好机会，甲留落来住，毋望会当更较济的交通。结果留落来，因要食饭要坐倒的时阵。耶稣摕饼祝谢，来背互因。这个动作，因的目睭安那？圣经讲因的目睭安那？耶稣摕饼祝谢，背互因。这个动作，互因想到3天之前，耶稣伫逾越节的时阵，嘛是做同款的代志。所以经文讲因的目睭安那？剃开起来，金起来，即马煞认出耶稣。各位兄弟，我一开始问这个问题，是安怎伊的学生无法度认出来这个是耶稣？后来是安怎伊认出来这个是耶稣？伫经文这字面的意思，最好解说，因为头前讲这两个人因为安那眉目眼睛模糊了。进讲这两个人目睭安那金起来啊！各位兄弟，哈到我伫问过啦，甲伊讲，这敢甲目睭有关系？伊讲两个人目睭眉目，即马目睭金起来，是真的跟眼睛有关系吗？真的跟眼睛度数有关系吗？我或许我会其实。我苏年伫美国咧读册的时阵他那个近视欠较几度你知无？红你有？迄个美国的医生帮他量1200度，有管无？然后跟他说：“你唔好去读啊，你唔好去读册啊，你会变痴迷。”哇！我觉得这功课一直考，总借机会登来台湾。去看那个汉医、中医啦，我拢讲汉医，我不爱讲中医。去看汉医迄个汉医甲把脉、甲治疗甲你讲这毋是目睭的问题啦，这你的血路拢脱掉啦，所以就甲针灸互伊食药总安那降回来了降回来原本600-700度安尼这个不是眼睛的问题，不过我估计你嘛不是在讲这咱真正俩这看不清楚，就是目睭的问题吗？不是目睭的问题，因的心无准备，因的知目无够，所以咱汉字本说他们无知因的知目无够，因对耶稣的认目无清楚。你看，本来是讲因两个人目睭眉目，后来。讲以前，即马因的目睭安那开是安那开？这中间发生什么代志？各位兄弟，这中间发生什么代志？耶稣安那？耶稣对因安那？伊讲开解就是透开圣经的话，所以当因心内更较明白对耶稣的认目更较侪的时阵。伫耶稣掰饼分饼的时阵，因就安那，他们就认出来了。各位兄弟，是安怎？我们要亲近上帝的话，我来到过年当我这注重咱爱读圣经，咱爱查经，我们要亲近上帝的话，咱若无认捌上帝，咱若无对上帝的话。无够清楚，各位兄弟，
咱不只是无迄个信心，咱连咱的目睭嘛安那，会被压砍落来。哦，我们会被什么遮蔽眼睛？各位兄弟，好，咱目睭会去有啥物会压砍起来？当咱真正甲上帝的话，这层所不熟悉的时阵。我们就很容易，咱的目睭受到压砍，会呈现在下面三个部分。第一个，咱的自我去限制咱的想象力。你看这两个人，死人敢袂过活？袂，耶稣已经死啊，对，当这较是个代志。所以他们有没有任何的想象力？会知影讲，即马徛伫因的头前的，甲因讲话、听因讲话，这个人就是耶稣，没有办法。咱常常咱的目睭会受到咱家己自我限制，迄个想象力抓砍起来。咱若安尼的时阵，真正有足水足精的代志伫咱的面头前显现。咱嘛看又望看袂到，何况是望？各位兄弟，咱基督徒定定讲迄个意象有无？好 ，vision 爱讲意象、愿景。咱若无迄个想象力，敢有可能去看到迄个意象？我讲若甲我带到一个空地，很荒凉的空地，带我去一个空地前面，然后他们问我说：“陈牧师，你看到啥物货？”啊，就空地嘛，是不是？那你要我再讲多一点，我就说荒凉的空地。好，看下这，啊，你若甲所长老带去迄个空地面头前，你甲问讲：“啊，所长老，你看到啥物货？”伊安怎讲？啊，建筑师会怎么讲啦？跟我一样说空地，安尼是不？荒凉的空地。你想象，迄那一个建筑师哦，啊，一个很有丰富想象力的建筑师，伊徛伫迄个空地面头前，伊要讲啥？伊可能开始甲你讲，伊要安怎设计这个一间厝吼，啊，一个建筑物，对要安怎，对要安怎，哇，讲一堆出来，对不？啊，像我这个。那个想象力被限制的人，我就刚才跟你讲啥？这是一块荒凉的空地。看下这，我们不要让我们的想象力被限制。哦，啊，我等下讲，伫这个时代，有时候不是我们的错。好，咱这个时代已经这习惯看电视、看电影。看到图像的物件，你去想想吼，古早的时阵有一个职业叫做广告的人，有无？迄广告的人吼，伊开始讲，啊边的人徛咧这里听伊的故事，搁下这听的人吼，目睭拢有看到物件咧。伫迄个时代吼，无电视吼，无电影的时阵吼。人的想象力是跟视觉会连在一起的嘞，好，因听迄广告的吼，你讲迄个啥，你讲迄个，咱台湾迄个叫什么啦？你看知影要讲聊天顶，这厉害哦！哦，你讲聊天顶安怎的时阵吼，因就看到一个聊天顶伫迄个厝尾顶安那跳来跳去吼，因看会到呢。吼，所以迄个听广告的人，迄心内吼，这趣味哦，愈听愈真足。吼，看下这，咱即马吼，若听广告的咧讲吼，讲啊一半拢困一半去，你知无？不是讲的不好哦，是咱丧失什么想象力。咱来看到，你知无？咱来看到，看到迄个影像，咱会当连接。拜托各位兄弟。咱这个成人吼，已经丧失想象力啊！咱来重新去学习，去想象，
十当了后，伊固定教会会是啥物款？你想看卖好无？会是啥物款啊？十当了后，固定教会是啥物款？你说还是这个样子，那就真的是可惜了，哈。大家都老了，安尼哦。哎呦，还可以想别的啦，吼。你讲唔知要安尼想，咱就去问囡仔。细汉囡仔，这些细汉囡仔其实都还有这种能力的。好，主日学的小朋友，你若甲因讲话吼，你会看因的目睭安那？是咧，金安尼吼，你创啥？因咧想象啊。各位兄弟，咱对咱这个信用的群体，到底有没有一个想象力？我讲一个最根本、最基础的代志，咱对圣经有识无？咱对上帝的话有望无？如果有的话，请咱讨帮咱的想象力。第二项，什么会离下看咱的目睭？咱会安于现状，就是咱感觉咱即摆已经安那袂歹，袂歹意思就是要改变无？要改变不啦？买。好，我们现在的状况好不好？各位兄弟，有很好的工作啊，很好的家人呐、啊，很好的住的地方啊，食衣住行拢真好。这摆你来安那？来坐一个礼拜，用坐吼，礼拜天来做个礼拜，好不好啦？安于现状的时候，咱的目睭就安那，会去互你看起来。昨我去甲你赶我的周报，足赶的，因为我下晡1点，带去凯达格兰大道，无输你是要去遐创啥？即个甲迄什么同婚都无关系。我去凯达格兰大道是什么？乐生疗养院，因要底下主会，要提起总统讲他们要重建，已经通过了，请他们要开始重建，就咱的教会公报的记者有去，搞迄一张相，就贴在他的脸书讲，乐生疗养院怎么还有陈世豪牧师？真奇怪吼！各位兄弟，你唔知影，我伫背当进前，还没有来古亭教会之前。我一礼拜去乐生疗养院一天一暗，一个晚上去，一个礼拜去一个晚上。我陪遐个，咱讲汉生病、麻风病的阿姐阿姆、阿公阿嬷，甲遐个乐生青年祈祷会，一礼拜一暝的祈祷会，你知影偌久？持续多久？冷当，2年都陪他们祷告。因为迄个时阵，因要互踢，要互赶走，心内惊吓，遐个青年，甲警察咧对抗，心内做万分。我真正认为因需要迄个祈祷会。各位兄弟，咱若拢安于现状，袂去看到其他人的需要，袂去警觉到说有其他人拢在受苦，咱的目睭安那？会去互你看起来，咱看无人四周围，有人在喊救命，有人在求救，需要帮衬。所以前几天伊甲我提醒讲，思豪传道因为迄阵我是传道师，因即摆佫叫我思豪传道。思豪传道，我们星期六下午要在那边聚会，请你来，底下做伙祈祷，我就过去了。各位兄弟，咱会当拢安于现状，感觉这个社会，感觉咱拢过最好的日子啊。毋过，甲你提醒，甲咱提醒一下，咱若真正即款的安于现状，咱就目睭会去互你看起来。第三，上尾我要讲的，害怕改变。你讲哇，牧师安于现状跟害怕改变，就是反过来讲而已啊。毋是。我要讲的安于现状，我都讲的是，因为咱安于现状，看袂到别人的需要。我即摆要讲的害怕改变，是要讲咱家己。
咱惊改变的理由是什么？你知无？各位兄弟，我们害怕改变的理由是什么？你现在有一个答案无？为什么一个信仰群体他害怕改变？咱基督徒有一个最好的答案呢，因为有可能失败，对不对？失败会丢谁的脸？基督徒尤其是长老会教文主义的人，基督徒若表现失败，上见效，什么牧师？好啦，有可能牧师见效啦吼。唔过我甲你讲，我拢唔惊见效吼。咱基督徒会有一个害怕哦，咱的群体若表现歹吼，上见效，我们丢谁的脸？丢上帝的脸呐！因为咱长老会有一个介重要的一个宣言，就是讲啦，信用的宣言就是讲，一切都是归于上帝的什么荣耀？一切拢是要恩光上帝。那一切的恩光上帝是咱用什么来恩光上帝？各位兄弟，用基督徒这个群体水的表现来恩光上帝嘛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咱即马若做水，安尼要变无？要不要改变？咱即马若做水，咱的表现若做好，这样有没有恩光上帝啦？有啊，那就继续怎么样？恩光上帝，要不要改变？改会有风险呢。改变会怎么样？改变就是面对迄个青分的环境。改变的是对家己安全的所在行出来。改变的是无个挖课进前做代志的经验，这样才叫改变嘛，是不是？你若做一件新的代志，拢用同款的方法、同款的眼光、同款的所在，同款安尼去做，有没有改变？无啦，无改变。各位兄弟，咱会惊失败，有一个好的理由，互咱会通惊失败。咱会讲，咱若服侍若失败，咱的事工若失败，啥会见效？啥会见效啦？会互上帝见效，对无？其实咱想这去啊，各位兄弟，上帝袂因为咱会服侍失败见效，上帝是会因为咱无公义、无公平、无疼心，互伊的眼光失落去，丢了他的脸。伊的信用群体若愿意去做，愿意去试，愿意去服侍、去听，各位兄弟，就准讲咱做的失败，嘛还阁在恩光上帝。不要安于现状，害怕改变。咱若一直维持这款的情形，各位兄弟，咱的目睭一定会去互遮盖起来。咱无法度看到咱四周围的人的需要，咱嘛无法度看到咱未来迄个意向。咱会总停顿伫咱即摆的情形，虽然评估起来还算是很美不错，不过各位兄弟，咱若无继续向前来跑走，若无继续行落去，行出一个新的。行出一个有愿望、有意向的一个方向，各位兄弟，咱一定会去抓扛起来。咱的目睭一定会迷目。到一天，主耶稣基督徛伫咱的面头前，咱阁认袂出来。咱会主耶稣基督传福音，传迄个咱掠做是福音的福音。迄阵主耶稣基督一定。心内感觉做趣味的，你今年恁这基督徒今年对我来传福音，看下这
要去以马五斯罗林这两个耶稣的学生，真正爱真做咱最重要的天使。咱的目睭唔通去互抓看起来。咱不只是爱亲近上帝的话，搁较济入捌耶和华上帝。不只是安尼，咱爱开拓我们的胸襟，咱爱试无共款的代志，咱爱甲无共款的人有接触，咱爱去听无共款的教示。咱千万唔通搁认为讲自古以来，咱个人教会就是安怎做，所以即马犹原